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ay Chow，我係菲力集團國際有限公司嘅董事。隨住社交媒體越嚟越盛行啦，網上嘅資訊越嚟越多啦，所以而家嘅消費者咧嘅個要求係比以前高咗好多嘅。咁好多都係會追求一啲好有效果嘅療程啦，同埋好快速啦，佢要好即時有效果啦。但係同時間咧又要舒適啦，又要唔接受太過多修復期啊，唔接受太多嘅痛楚啊嘅療程。部 Eladerm 彈力針咧就正係一部好先進技術嘅，亦都係好療效好顯著嘅儀器啦。咁傳統呢一類嘅我哋叫做微針嘅射頻嘅療程咧，其實出咗名係效果好好㗎喇，但係會有一個唔好處就係佢嗰個痛楚係會比較高啦。咁但係隨住而家嘅技術越嚟越進步咧，咁我哋好似我哋而家呢部 Eladerm 咁啦，咁佢就有幾個專利技術嘅，其中一個咧就係佢會發放一啲冷凍氣體出嚟，咁令到你個皮膚有些少嘅麻醉作用啦，咁就令到你嗰個刺痛感就減低咗。咁比起傳統嘅射頻微針咧，佢做到同樣甚至乎更好嘅效果之餘咧，就唔需要suffer以前需要嘅痛楚同不適啦，復原期亦都短咗啲啦。同埋我哋而家呢部儀器咧，佢有好多唔同嘅設定咧，咁配合唔同嘅設定咧，其實佢能夠達到咗唔同嘅效果。咁換句話講咧，就係我哋一部儀器咧，其實可以做到好多種唔同儀器同時間輸出到嘅效果，亦都可以偏向一啲怕痛嘅人士，亦都可以有一啲比較溫和 setting 可以做到啦。而一啲好想要一啲好高療效醫療級朋友咧，亦都可以達到一啲好高嘅療效。而家一部儀器咧，就已經其實可以取代咗你唔同種類嘅儀器嘅效果。咁所以而家呢部儀器咧，係同時間可以滿足到唔同種類客人嘅要求嘅。